又係我 Sunny 哥哥，再過幾日就係全球自然愛好者一年一度嘅盛事，由 ILAC 舉辦嘅城市自然挑戰賽2025。顧名思義，呢個活動係以城市為參賽單位，大家要喺4月25號至4月28號期間，發動全民力量尋找拍攝同上載任何野生觀察記錄上 ILAC 系統，仲要係5月4號前有幾多便認幾多。比賽鬥嘅係參與人數、上載物種資料數量同埋辨認到嘅物種數量。香港雖然係彈丸之地，但過去幾年成績一直非常好，物種數量經常都係三甲位置㗎。舊年就有990位朋友參與，短短4日裏面就上載咗成35500個紀錄，揾到超過4400個物種，真係超級勁啊！今年我哋期待你嘅參與，大家一齊為香港嘅物種紀錄同生態保育而努力。呢個活動係免費參加嘅，詳情請參考以下網站。